乡亲，咱继续要来看的是屏东县的警管长潘明安出新册，今仔日来举办新册发表会，副总统赖清德专工去甲参加，佮特别互潘明安掌声。赖清德讲，蔡总统本地有2个真重要的职务要互潘明安，但是潘明安为着要甲斗3工，所以放弃入阁，互伊是点滴在心头。 副总统赖清德和潘明安行做伙，大家拢伫咧关心2020选战。副总统跟萧美琴大使见过面吗？两人聊什么？这主要是为着要替潘明安的新册发表会徛台。不过赖清德讲，为着放弃潘明安，才无入内阁，佮加码来压了。总统 offer 给他2个职务，我不方便讲哪2个职务啊，但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。因为这2个职务目前已经有人接任了，我如果讲出来会对接任的阁员不敬了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他可以为了朋友讲，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。但是他就是一句话，他说我需要帮忙，所以他不去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红色钢铁人没有第2个人。 非潘孟安莫属。那俄罗新册红色讲的就是潘明安小内心。讲那句话，害我热泪盈眶哈。赖清德2024总统之路传出由潘明安操盘，那敢会担任竞选总部的总干事。潘明安讲，角色由赖清德宣布，嘛讲郭台铭会是伊尊敬对手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